好，来唱一摆，小我较紧一点啊。祝你朝明后顶清楚，当愿主心听你，叫你的未来我来世免别离罪满有主宰，当日起行我心。跋倒失败，逐日去过换心，我扛着唱无好。搁一摆，咱第一集搁一改变来。祝你朝明后顶清楚，当愿主心听你，叫你的未来我来世免别离罪满有主宰。耶稣，我每记笔条面，当可高见，这就阿的叫我心里良心，无大地来变正经，能将阳生进去，给天抗议。能正也先实际，好，请咱准备心，三甲来敬拜。兄弟姊妹平安。请将大哥大切甲无声，大家当安静来敬拜上帝。这时咱安静心来开始今日礼拜。抱歉，今天还要点一次蜡烛，是不是？牧师说还要点一次蜡烛嘛，哈。Hello， 为什么南的店第有支蜡烛？点着中央的蜡烛，这是基督的烛，提醒咱基督是圣诞故事的中心。中央的白色蜡烛代表基督是世上的光，是欢喜庆祝的时阵。基督甲咱同在，赐予咱毋茫、疼、喜乐甲和平。伊完成了预言，救主已经降临。好，这时请大家安静心，开始今日礼拜。
全地啊，就对上主欢呼，就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就唱赞美的诗歌来到伊的面前，就知上主是上帝，伊创造咱，咱是属伊的，咱是伊的子民，也是伊牧养的羊群。这时，咱用圣诗355首，就听天使伫欢，人讲是的，就听天使地因讲来阿罗上主，请起立。这是咱因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别来告别咱的信仰。阮信上帝创造统治万甲万有真神，伊是耶稣的生来主，施行审判甲拯救。伊的囝对圣神流海，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做人。做咱的兄弟，就是恁的救主耶稣基督。对伊的受苦、定是一死搁活，显明上帝的仁爱甲公义，互咱甲上帝搁好。伊的神就是圣神，踮伫咱中间，赏赐快乐，互阮万百姓中做见证，直到主搁来。阮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伊的救赎，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阮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体，受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搁奠根伫本地，认同所有的子民，通过疼甲受苦。来成做毋望的记号，阮是人对上帝恩典来悔改，
做你赦免，并虔诚仁爱甲献身的生活，归荣光上帝。愿是上帝互人有尊严、才能以较乡土，来有分伊的创造，有责任甲伊三角管理世界。对安尼，人有社会政治甲经济制度，也有文艺科学，搁有追求精神的心。总是人有做误用这的因素，破坏人万面甲上帝的关系。所以人着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讨办。互受压迫得到自由平等，伫基督成做新创造的人，互世界成做伊的国，充满公义、平安甲欢喜。阿门。天光归上帝上帝，天光圣教圣心。请坐。这时，咱做伙来启引。今日启引文是启引文23篇，启引文23篇出自诗篇96篇。我来启，请大家来引。着对上主唱欢喜的歌，全地拢着对上主唱。着对上主唱歌，称赞伊的名；着日日宣布伊拯救的好消息；着对万国宣扬伊的荣耀；着对万民讲起伊伟大的作为。因为上主至大，应该受极大的称赞。伊比所有的神明应该搁较受敬畏。因为外邦的神明不过是偶像。毋过，上主创造这个天，尊贵甲威严包围伊，繁荣甲阳光充满伊的圣所。地上万民拢着称赞上主，着将荣耀甲繁荣归互伊，着将上主应得的荣耀归互伊，着带祭物进入伊的殿院。着请圣洁做礼服敬拜上主，全地着伫伊面前行行皮皮喘，这声着对万国宣布上主做王，世界坚固袂动摇。伊要用公义审判万民，天着欢喜，地着快乐。海甲迄内面的画面拢着出大声，苍园甲其中所有的拢着快乐。树那内的树木拢要伫伊面前欢喜唱歌。上主得来了，伊要来审判好世呢，伊要用公义审判世界，伊要用信实审判万民。这时，咱做伙来祈祷。阮伫天顶的爸啊，创造天地的上帝，当阮到你的面前，来圣殿，来学罗你的名，少念你慈爱甲恩典，恳求你用你的阳光来看顾阮。互阮伫你面前有安静的心，来专心虔诚的敬拜你。全能慈爱的天父，求你照你的慈爱怜悯阮，带阮到你的面前，
来承认阮的过失，得罪你。独独你知，阮的歹常常离开你的正道，浪费你的恩赐，袂记你的疼。上主啊，求你怜悯阮，阮到你的面前来倚靠你，恳求你的拯救，来拯救阮。求叫你的名，求你赏赐阮快乐，探效你的旨意。在即个圣诞的节期，尤其今日是圣诞的礼拜，求你施出你的慈爱，阮的上主啊，阮的石盘。即时阮又搁要学罗你，因为你救阮的活命脱离瘟疫的 COVID-19 的死亡。伫即个耶稣诞生的日子，求你施恩伫阮的顶面，带领你的囝，阮的救主耶稣基督，赦免阮的罪。求你教示阮，知家己的软弱。求你的神提醒阮，互阮伫你有一个清洁的心、正直的灵，日日行到你的光明当中。阮着要寻求你的义、你的国。阮要继续在即个圣殿服侍你，在即个社区宣讲你的福音、你的疼，互世人知影你是真正的拯救。你的疼每一个人。主啊，阮恳求你，互阮有服侍你的心，将你的疼传播即个世界，嘛照着即个来荣耀你的名。当阮将今日的礼拜恭敬摆在你的面前，求你在礼拜中照着你的牧师的嘴教导阮，互阮知影你的旨意，你的道路。感谢耶稣，阿罗上主。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即时要来恭听上主的话。今日圣经是出自以赛亚书第9章第2节到第7节。以赛亚书第9章第2节。行伫黑暗中的人，已经看见大光；生活伫死荫的地的人，有光在照因。你互因的国家强盛，互因大欢喜。因对你的面前欢喜快乐，亲像地收割的欢喜，亲像地分战利品的快乐。因为你有拍碎伊的背，伊爱的体，降断伊肩胛头的棍，压迫者的边，亲像你毁灭缅甸的军队。迄日，战士伫交战中穿的军鞋，顾着火的军服，拢会做柴烧。因为有一个婴仔已经为着咱出世，有一个囝赐予咱。伊要负担国政，伊的名要称作贤明的导师，全能的上帝，隐在的天父，和平的君王。伊的主权无强，伊的和平无尽。伊要坐伫大伯的宝座，继承伊的王国。伊要用公平、正义、复国、稳固、建立。
对这时极告永远，上主万军的统帅的热情一定会正做这个事。继续，我用和合本搁读一解，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这国民众多，使他们欢喜大增。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时的欢喜，又像人分战利品那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恶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者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如同在米甸的日子，战士在战乱中所穿的靴子，以及那滚在雪中的衣服，都必当作柴火燃烧。因为有一个婴儿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立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以上是上帝的话，愿上帝将伊的话刻在咱的心中。这是要请诗班来学录，因今日要学录的是一个最大的诗歌，叫做神迹的邀约。
这是神业甲奥妙的节期，咱着来庆祝活命，搁行伫服侍主的路途。上帝已经伫咱中间兴起全新的时间，咱着用谦卑感恩的心来向伊祈祷，来敬拜伊。咱着鞠躬拍拜，全心归伫主，着将即个新业放伫心底，互伊的光对恁心内的门窗照出去，互行伫黑暗中的看到真光，佮信靠伊，互伫阴暗中的降服伫真光面前。但咱来庆祝即个新业，来学乐主耶稣，深知恩典的奥妙。Gloria,
赞美主，多好听的声音啊！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上主。当今日牧师要用有一个婴仔为咱出世，来敬道。来，兄弟平安。感谢主，今仔日是圣诞的主日，咱嘛感谢诗班用着新约的邀请来带咱来学习上帝。咱伫咱今仔日所读的这段经文伫咧尤其是伫咧圣诞节的时阵真做一个咱真要紧的提醒。以赛亚书伊记载伫咧这段经文内面所记载是伫咧拄好伫咧主前850年，迄个时阵拄好亚述帝国来安尼讲崛起。伫咧伊伫咧主前850年的时阵，亚述帝国兴起了，搁过来伫咧840年的时阵，北国以色列互即个亚户即个国王吼。也互王来用着即个亚述帝国来伫遐来用因来进贡，因为即个帝国伊的迄个兴起安尼真紧就互所有的其他的遮个周边的国家拢开始来对因惊吓就来对因来进贡。伊到伫咧迄个主前的740年到717年的即中间。亚述帝国就安尼攻下即个巴比伦的即个周边的遮所有的遮土地以及包括着迄个阿兰国，也就是咱讲的迄个叙利亚。伊伫咧即个当初时原底本地即个阿兰王甲着即个北国安尼因伫遐原底本地来找即个北国这边遮。期待讲会通做一个联军来对抗亚述帝国。咱嘛知影，头拄仔进前840年的时阵，北国以色列已经来对亚户迄个对亚述帝国来伫遐来进攻，安尼表示讲即个国家安尼已经咱讲臣服伫咧即个亚述帝国，所以阿兰国伊甲着即个北国伊要做联军。安尼就惹了即个亚述帝国会无欢喜，所以伫咧733年的时阵，就亚述就来入侵即个北以色列。伊伫咧即个入侵即个北国以色列，这是规个以色列的即个版图。伊伫遐为着要来惩罚即个北国以色列参与伫咧即个反亚述帝国的即个。这个战争所以罗马手除了迄个以法莲的即个山区以外其他所有的北国以色列差不多拢总安尼入去到伫伊即个行政区内面。所以伫咱今仔咱的即个咱所读的即个以赛亚书第9章，咱对第20开始来读。咱也是来看到迄个第1节的所在。第1节遐讲起着讲，伊去讲着迄个外邦的加利利。甲着即个沿海的路，以及着即个咱讲的讲叫做迄个叫做迄个约旦河的河外伫咧迄个经段，咱若甲即个图，过来甲放大北国的所在来看的时阵，伊咧讲到的所在，就是迄个外邦的加利利。伊讲到的所在，就是伫咧即个咱若对即个所在看到，就是咱讲对迄个拿弗他利甲着即个希伯伦的即个所在，咱即马即个靠即个伊口的所在，也就是对伫咧即个上下骹面遮有一个加利利湖，下骹面遮有一个耶斯列佫有一个米吉多的即个所在。伫咧即两个所在，遮以北开始即个所在，讲的，就是咧讲起着讲拿弗他利甲希伯伦的所在。佮讲到迄个所在
后壁佫讲到讲沿海路，沿海路是伫咧啥物所在？沿海路就是伫咧咱头讲到迄个加利利湖后壁佫以南东边即边，西边即边遮，也就是对即个约帕的即个所在，一直到即个多尔，规个即个沿海的即个边缘的即个所在，一直到即个撒玛利亚，这规片，拢总是属伫咧叫做沿海路。后壁过来就是迄个外邦的加利利，吼，甲着迄个讲叫做约旦河河外，就是即个青边的即个部分，也就是对西海一直到伫即个加利利湖的即个迄个东边的即个部分，拢是属的。所以咱若一看，安尼即个所在就是啥？就是北国以色列的规个地区啊。对伫咧即个地区内面罗马手较伫咱头讲起，就讲迄个伫咧主前的即个733年，亚述入侵着即个即个北以色列。罗马手一直到伫主前的722年，也就是差不多用着11年的时间，罗马手即个撒玛尼亚就来安尼沦陷。撒玛尼亚是北国以色列的即个首都吼。所以就北国以色列就来亡国，所以撒玛利亚伫咧啥物所在？伫咧即个所在，所以规个咱今仔日的经文内面咧讲的地区，拄好就是咱今仔咱所讲起即个所在。所以规个咱若吼，就讲规个即个以色列的即个国土的对安尼讲对耶路撒冷以北。吼，伫咧主前701年的时阵，咱会通讲迄个亚述帝国就安尼，拢由北而南，安尼一直横扫千军吼。即个时阵希伯伦甲着拿弗他利已经是会通讲叫做一片焦土。伫咧迄个时代，迄个年代，上帝律法会光。伫咧中间来安尼，咱讲若像去互花去共款。上帝阳光也来离开北国以色列，规个即个北方的即个支派拢行伫咧迄个黑暗的中间，住伫咧死荫的中间。伫咧即个时阵以赛亚书的即个作者。以赛亚先知以赛亚，伊迄个时阵差不多大约差不多伫咧65岁左右。伊伫咧南国耶路撒冷即个首都吼，南国首都耶路撒冷，伊伫遐咧遥望着即个北国的即个所在，伊心中有非常的痛痛。但是伫咧迄个中间，只有敢若上帝会通来安慰伊，因为迄个北国。迄个时阵已经安尼被毁灭，佮渐渐迄个亚述帝国罗马手嘛要来来侵略即个南国。迄个时阵南国也无受到侵略，一个真要紧的，就是当这时的南国的王阿哈斯，伊嘛是共款摕到耶路撒冷圣城内面的遮个金器、银器，去来进攻即个亚述帝国。所以，原体本地是北国，甲着阿兰国因要来招即个南国北国甲阿兰国要来招南国犹大，要来做一个3国联军来迄个对抗亚述，但是无拍算阿哈斯王南国的国王阿哈斯王，伊伫咧中间，伊感觉讲。我也是来安尼进攻亚述帝国，较有路用，所以也抵到即个北以色列甲着阿兰国反倒来甲迄个南国来伫遐对抗，所以伫咧迄个时阵因伫遐来围攻耶路撒冷，结果即个阿哈斯王伊伫迄个中间，伊伫遐真紧张。当这时先知伫遐来讲起着
就是讲到咱今仔日这段的经文，这就是咱规个迄个经文的迄个背景。伫迄个中间咱会通看见，规个南国嘛是已经安尼讲岌岌可危，北国是已经是被消灭。落尾手先知以赛亚伫遐对即个王伫遐讲你来对上帝来讨一个记号。迄个时阵呢，亚哈斯王讲：我无要试探上帝，所以伊伫遐是安怎？伊无要试探上帝。讲较好听是叫讲我无要试探上帝，但是伊心内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伊要靠人的方式，就是安尼，伊摕着耶路撒冷圣城内面的遮个遮个伫咧圣殿内面的遮个军器，迄个军银来去安尼送互即个亚述帝国。期待讲，即个因的国家会通安尼受着安尼得到偏安安尼一个局面。所以但是以赛亚先知伊伫迄个中间对王讲：你对上帝讨一个记号。伊讲我无爱，但是上帝悠然赏赐一个记号，就是咱今仔日所读的这段经文就是安尼伫遐讲起着有一个婴仔，已经为着咱出世；有一个囝赐互咱，伊要负担国政，伊的名要称作贤明的导师、全能的上帝、永在的天父、和平的君王。先知是安怎伫迄个中间，伊讲起着这段的话，伊伫遐安尼开始咧伫遐参悟，讲即个中间人虽然咱即个时阵踮伫咧即个黑暗暗的即个行伫咧死荫的地共款，但是上帝伊要伫迄个中间做一件奇妙的事。迄个奇妙的事就是要互即个原地即个国家要搁一届来看见大光。迄个原地本地伫咧死荫的有光在照因，伊要互因的国家。安尼，搁一届来得到强盛，搁因的迄个安尼，上帝要互因来得到欢喜快乐。迄个欢喜快乐，哪亲像迄个收割的欢喜，甲着迄个亲像分赠礼品的迄个快乐。伊伫迄个中间，以赛亚伊用着另外一个意象，迄个意象是一个安尼伫咧因迄个时代500年前的时阵。迄个时代士师的时代，当初时米甸人来攻击以色列人，伊当初时上帝兴起士师基甸伫咧中间来伫遐安尼，甲因米甸伫遐生战，上帝用着伊奇妙的气力来拍败米甸人，所以因。这百姓因伫遐无做着什物款的安尼作为，其实是事实上是上帝所做的。因伫遐来拍败米甸人了，以色列人因伫遐咧安尼，咱讲你伫遐咧分迄个赠礼品，迄款安尼的快乐，因伫遐开始迄个以赛亚先知用着安尼的一个迄种意象来伫遐来形容讲，过来咱的国家。游玩嘛要共款，搁一届重新得到安尼快乐。搁安怎？搁因为伊后壁伫咧咱今仔所读的经文的第40内面，伊讲因为你有拍喙，因的背会担，讲断因镜头顶的棍，压迫者的边，亲像你毁灭米甸的军队迄日共款。所以。先知伫遐，伊用着两种的意象，迄个景象，一个就是迄个伫咧拍败米甸的迄时阵，迄款安尼的景象。搁过来，第二个就是伊去讲着，迄个景象就较亲像上帝，伊要搁过来，伊要来安尼将即个亚述帝国来甲伊拍败。共款安尼迄个景象，伊伫遐来做一个连结。
伊讲起着讲迄个战士要交，迄个伫咧交战中穿的迄个军鞋，甲着迄个高着火的迄个军服，拢会做柴烧。所以伊伫遐看见，迄个先知伫遐看见安尼异象，伊伫遐来讲起着，搁过来上帝所要做的，就是后壁过来，即个亚述帝国因所穿的即个士军兵所穿的即个军鞋，甲高着火的即个军服，一般咱也有去看即个看过迄个考古的材料，迄个内面。亚述帝国因所穿的即个军装吼，因的迄个军服是红色的，所以伊伫遐咧讲起着一个画面，就是即个画面，迄个原地本地，迄个伫咧交战中穿的迄个军鞋，甲着迄个军服要做柴烧，安尼是咧讲啥物款的代志？就是过来，无搁再有迄个战争，因为。有一个婴仔已经为着咱出世，有一个囝赐福互咱，伊要负担国政，伊的名要称作贤明的导师、全能的上帝、永在的天父、和平的君王。先知伫咧即个所在，伊讲有一个婴仔要为着咱来出世。伫咧迄个时代，当初是有个人掠做讲是即个亚哈斯所后壁伊要生的迄个一个囝就是希西家王。但是事实上，迄个时阵，希西家王早就已经出世啊，已经是一个婴仔。所以到底伊咧讲的即个婴仔到底是啥物人？真侪遮个圣经学者伫遐咧讲起着。罗马手甚至嘛有人讲起着讲即个以赛亚伊后来伊家己伊嘛有生一个囝，安尼是毋是咧讲着以赛亚所生的即个囝？但是咱若看即个经文内面，咱就通清楚知影着。伊讲起就讲，即个婴仔伊的名要称作贤明的导师、全能的上帝、永在的天父。敢若讲即三项就好，即三项是一般的人无法度，因为内底佫有讲到全能的上帝，所以所指的无可能是人所生的囝，乃是咧讲起着迄个上帝的囝。有个人讲起就讲，安尼迄个后壁第四项和平的君王，咧讲起着是咧讲起着人，但是事实上，这是咧讲起着即个婴仔以后伊所要担的所要做的代志，就是到伫第7节遐讲起着讲，伊的主权无强，伊的和平无尽，伊要坐伫咧大笔的宝座。继承伊的王国，伊要用公平正义，互国稳固建立。对即时直到永远。当伫遐讲起着即段经文的时阵，以赛亚先知伊所记的，就无搁再是咧讲起着人所生的囝，乃是咧讲起着迄个安尼，搁过来上帝所要设立的即个囝。也就是罗马手来到伫即个新约的即个时代，主耶稣出世了后，伊找伊家己的独生的圣囝来到伫即个世间，伊正讲来实现即个先知以赛亚所讲去。咱嘛会通看见的就是后来伫咧即段经文内面所讲去的即个过程内面，罗马手。亚述帝国罗马手安尼受到即个波斯安尼的攻击，伊伫咧真紧的过程内面，原底本地是一个真安尼强盛的国家，煞来安尼怎啊来被毁灭。所以咱就通真清楚知影讲，先知伫迄个所在伫遐咧参与某一个部分，已经有伫咧当初时已经有得到实现，但是真正实现先知所讲的，迄个伊的即个婴仔，伊的名要称作贤明的导师、全能的上帝、永在天父、和平的君王，一直到伫主耶稣出世，到伫伊后来上十字架顶，为着世间人的罪来承担世间人的罪，伊伫咧迄所在，伊得到迄个永远的权柄的时阵，才完全落实上帝托先知所讲。即个参与的即个话，
所以咱透过咱今仔日这段经文，咱搁一届会通好好啊来去亲像。咱今仔日咱伫咧领受这段经文，咱看见咱今仔日咱现今咱全世界，不管是伫咧俄罗斯甲着乌克兰的战争，是甚至咱伫咱台湾，咱即马所面临的这处境，有侪人因的生活游玩安尼，特别是伫咧即个疫情的即个了后，真侪遮的家庭，甚至公司行号，因嘛共款行伫咧即个黑暗的即个时阵，咱拢需要有一个即个对黑暗、对忧伤、对痛苦内面来得到即个亮光的时阵，咱搁一届透过今仔即段经文，咱要看见，只有迄个欢喜迎接即个婴仔出世，也就是儿子耶稣来进入伫咱的心内，伊要伫咱的心内，伫咱个人，甚至伫咱的教会、伫咱的国家，伊伫遐来做一项代志，就是伊要伫遐成做迄个贤明的导师、全能的上帝，永远伫地天父甲和平的君王。所以，互咱过来，咱所拄着，今仔日咱所看见。咱所经验到迄个黑暗的世代，才有法度，因为主伫咧咱的生命内面掌权，伫咱的即个教会，甲伫咱的社会内面，伊伫遐来掌权作用的时阵，迄个天国的迄款安尼迄个景象，才有法度真正落实伫咱的中间。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伫咧领受即段经文的时阵，咱搁一届重新来邀请主来。安尼点伫咱的心内，哦，即个尤其是伫咧即个圣诞的主日，咱搁一届会通来重新邀请，互主耶稣以迄个新的生命真正降生伫咱的心底，互咱会通发出安尼迄款安尼迄个亲像主耶稣迄款的安尼新搁迄个永远活的迄款的生命伫咱的中间，所以求主帮助咱。透过咱今仔所领受这段经文，咱会通搁一届好好来去思考咱家己，咱敢有真正邀请主伫咱的心内？是咱真侪时阵，咱游玩共款咱家己欢喜，咱家己做主，伫咱的中间，咱欢喜来安尼意爱用咱家己的安尼心思意念，所以求主帮助咱，咱会通透过今仔这段经文，搁一届来。好好来甲咱诚做咱的提醒，邀请主来踮伫咱的中间，咱同心来祈祷。温天的主，我满心感谢你，伫主你的圣日，主你搁一届透过阮今仔日所领受的即个经文，搁一届来提醒阮，来帮助阮，互阮。无搁继续安尼意爱点伫咧即个黑暗的即个时阵，乃是阮欢喜来互主你伫阮的生命内面来掌权，互阮无搁再安尼继续来受到即个世代侪遮个属撒旦的遮个辖制，乃是阮。因为阮欢喜来效法主你，就阮的生命要安尼活出主你迄款安尼的迄个品质，也就是主你伫阮的心内，诚做阮的导师，诚做阮全能的上帝，永在天的天父，甲着和平的君王。互阮伫所行所做的代志顶面，阮不管伫咧顺境逆境，主阮拢随时拢。因为阮倚靠你，就你的迄款永远活的生命，要踮伫阮的内面，引带阮行即个永活的道路。愿你迄个安尼的生命，真正会通落实伫阮的心内，伫遐富的安尼结子，互侪人看见阮的生命的迄个改变，
人的意爱要爱来亲近阮，也甲阮共款来领受对主你来迄款安尼的祝福。愿你听阮恳求的声，请你的心意伫阮的心的心上，愿安尼恳求祈祷，拢上个做基督圣名。好，即时咱要来大声来来行即个小仪式礼，请咱来吟圣诗352首，圣会所行的礼仪。也请志祥、立贤带着真言来到头前。阮得到帮赞是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恁来听主耶稣基督吩咐的话。伊对世人中讲话了后，还袂上天的大声有讲：天顶地的权已经拢总互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着假是因守。搁我日日甲恁支持到世间的落尾。伫咧即个马可福音有安尼记载，有人带着细囝来就近耶稣，要来互伊摸。学生接避因，耶稣看见安尼大无欢喜，甲学生讲：用阮细囝就近我，无得禁因，因为上帝国是即号人的。我实在甲恁讲，凡承接上帝国，无亲像细囝的，决断袂得入去。就抱因，甲因还手，祝福因。虽然咱的细囝无明白这事，也有所应允的，也要归伫因。因是稳定的约的后嗣。上帝用洗礼带因来做上帝家内的囝儿，互因属伫基督来做伊的百姓。所以，当曾志祥、杨立贤，恁的细囝要受洗礼，恁着伫上帝甲众人面前告别信仰。这是父母的告别信仰。好，阿公一起来。阿公一起来，好。请父母来引吼。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恁着倚靠上帝所赏赐的气力，将基督的真理甲信徒的责任来教示恁的细囝，
就用祈祷较好的香费来培养因，互因所行合伫上帝教会的法度。恁要要安尼行啊无？愿主祝福恁甲恁的细囝，帮助恁守这个约。咱即时请会众来起立。真言，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照耶稣基督的命令，这个细囝受接纳入伊的教会，做未悲惨会员，有份伫新约的恩典。这个细囝的父母甲着会众亲自作证。也着三甲分担责任来培养因的信仰，直到领受更新礼。咱三甲来祈祷，全能永远伫地的上帝，阮恳求你来保守照顾这个细囝，因带因的身躯甲着灵魂，互伊的智慧甲着年岁哪加添，上帝较人哪听伊。阮求你将恩典丰丰富富赏赐伊，因带伊平安经过做囡仔的时期，救伊脱离少年的幼胁，直到成年的时，互伊通家己告别伊的信仰，阁会坚持到落尾。主，阮的上帝，你的圣囝伫拿撒勒过世间的家庭生活，愿求你祝福这个细囝的家庭。求你赏赐伊的父母，甲着囝仔照顾伊的人，互因有智慧，甲着温柔的心来照顾细囝，通伫你听的内面来成长。我安尼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好，来转过来，咱会众请坐。子祥立贤女儿真言为什么取真言？因为那个圣经有一个章节叫真言书嘛。所以头拄仔咧讲若佫加生后生若杂，就叫做真道。这个是那个子祥的爸爸妈妈。立贤爸爸妈妈，立贤的爸爸妈妈底下那个立贤的爸爸是马来西亚的牧师，好，请坐。这时咱要来举行圣餐礼，咱来。吟圣诗364首，圣诗364首。有
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建立属伫伊的教会的陪参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请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基督对建立归应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欺杀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咱三个伫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耶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来爬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捧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大声来感谢上帝。咱同心来祈祷。主上帝，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愿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这个摆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这个有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赞，会通成做阮属灵的朋友，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免。主耶稣讲，这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请长老来服侍。主耶稣讲，这个杯是这个是基督身躯为着咱拍破的。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到已经洗礼洗礼兄弟，你伫咧别个教派洗礼嘛会使领受，然后也袂摕到的，请你举手。
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安静沉默祈祷，来审察咱家己。主耶稣讲，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着行安尼来纪念伊，咱三角来领受。食了也安尼捧杯，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见若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即时请长老来服侍。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见若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若已经摕到的人，咱就先安静咱家己，审查咱家己。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见若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那位外面的弟兄，他有没有洗礼？没有。
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三个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的平安，甲恁送到伫地。咱即是咱同心来感谢。我愿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佮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的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予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使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即个圣洁的交通，对打以后会通荣光你。奉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这是咱搁来吟圣诗364首，食这饼，啉这杯，请咱的长老来。这是咱来要来举行就任式，咱来要来举行咱新任的会长、组长、校长，请咱来吟圣诗第444首，主你调明何等清楚。
即时咱要来举行教会机构省长的就任即时来请主日校长李琼娥、青少年团体黄宇杰、学生小组曾木恩今仔请假，社青团体吴承安、妇女团体林家军、少年团体会长陈立淑、教会诗班班长曾建民来到伫台前。请所有遮个同工来注意听吼。恁要领受注意的校长、青少年团体会长、社青团体会长、妇女团体会长、少年团体会长，甲教会诗班班长，恁有确信即个是上帝的召命啊无？恁要领受即个职。恁着倚靠教会头耶稣基督，独独尊伊做主，来尽恁的职务。恁要安尼行啊无？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着台湾基督教会，甲着南洋教会小会的权柄，设立恁做本会注意的校长、青少年团体会长。社青团体会长、妇女团体会长、少年团体会长、教会诗班班长，着谨慎恁本身的行为以及恁的所做，常常关心即个事，尽力伫主的工来归荣光上帝。阿免。好，来，这时请颁我史上来颁这个。任命书，注意了，校长李琼娥校长。好，口罩。青少年团体会长王宇杰。社青团体会长吴承安，妇女团体会长林家军，少年团体会长陈立淑，教会诗班班长。曾建民，好，谢谢。要再拍一张啊，那下，来，好。这时要来感恩奉献，请请李恩新、曾子祥执事来。
恁起立，请起立。天父上帝，阮为着你所赏赐的一切恩惠来学乐你，阮所有的一切拢是对你来的，一切的赏赐拢是你的恩典。即马，阮用甘心乐意的心来奉献，愿你欢喜接纳阮的奉献。愿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只是要颁发服饰奖学金，我把时间交予郑碧光校长。各位兄弟平安。咱即卖要颁发学士奖学金吼，啊，即个奖学金就是鼓励咱的细囝吼，主日落甲青少年拢有啦吼，啊，因若认真学士吼，态度真好的，咱拢有伫即个时间吼来颁发奖学金吼。咱先颁发即个国小组吼，国小组今年吼，一个很特别哈，一个来林子恩小朋友。好啦，咱先安尼咱不要紧啦吼，咱先颁发青少年的啦吼。青少年今年有2个吼，第一位是黄瑜杰，第2位是庄涵。黄瑜杰咱拄仔看到是会长啦吼，庄涵就是昨暝伫台仔顶表演有吼，足柔软的手一看就知影吼，来，咱这里吼，请李长老来颁发，好无？主务学林子恩嘛来哈，来，好，恭喜恭喜啊！好，请把口罩拿下来哈。家军呢？家军，好来，稍等一下哈，来看前面哦。好，我们恭喜好。这是要来读本周的根据，请大家看周报。今日的根据是出自以赛亚书第9章第6节。先用台语读一解，请。因为有一个婴仔已经为着咱出世，有一个囝赐福予咱，伊要负担国政，伊的名要称做显明的导师，全能的上帝，永远的恩待王。再用好好本读一解。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是要来迎新报告。这有一个朋友啊，一位对新加坡来的，伊第2届来教会。陈正昌先生，伊昨晚第阮去报佳音吼，
徛甲大家在咧后边哈，他非常高兴哈，参加我们这个报佳音的活动，好，我们欢迎你。你是对新加坡回来啦，哈，咧新加坡的教会聚会啊，回来过年啦，哈。啊，毋过今日阁有几个朋友来吼，我知影，子恩、子祥的父母，哦，还有那个立贤的父母，哦，都出去了是吧？哦，在这里，好好好。啊，毋过还阁有新来的朋友无？好，请一般。还有没有？好，没有的话，那请大家看到这个今天的报告，好，前面2项我就不讲了哈，因为刚刚1点多举行过了哈。那今天有一个很特别的是，今天是教会的关账日，所以如果有各团契或者是部门的账，请你今天一定要交回到这个会计那边，好，我们开始要结算2020年的账哈，所以你要交的包括各团契的收支凭证、现金账、分类账，哈，那我们到1月15号哈，所以请你要注意，但是关账的日期是到今天，那教会整个的关账到28号丁息3，因为我们要2天。最后把现金存进去啊，等等的啊，所以希望大家配合，因为今年31号刚好是星期6哈，所以请大家要帮忙。啊，请看第5项哈，我们31号虽然最后一天了，不过我们有一个很高兴的事情，就是真碧光长老的长女啊雅柔要出嫁，啊，那雅柔的先生叫曾文璇哈，那他会在教会举行婚礼，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是礼拜6早上的10点，好，欢迎大家来。那第6件事情是下一季的季报已经在招待桌上了，请兄姐自己拿一份。那关心你，如果你有轮到服事，请你一定要按照服事的顺序来准备。那最后一个是下个礼拜1月1号是新年的开始，那我们也是一个合堂的礼拜，因为礼拜后我们要举行2023年的年度事工研讨会，请长职各单位的新就任会长，通通要关心这件事情，也来参加这一个事工的研讨会，我们好好的把下年度的事工跟大家这个讨论清楚。那肢体消息方面有2个，一个是更生团契的天使树活动，那如果各位有感动，仍然可以把这个奉献给更生团契。那肢体消息的第2个是泰雅中会的司马县教会有一个建堂的义卖，那这个义卖是贴在办公室对面的布告栏上，不是这个大布告栏，是办公室对面的布告栏上，请你去看一看，他们有很多很丰富在山地，譬如红肉李啊、红肉李的果酱啊等等，那他们用他们在地的食材做了一些东西，那借着这个食材来募集他们建堂的经费，请兄姐有兴趣的到办公室那边去登记，那有一张表啊，请大家一定要登记。那今天晚上还有一个最后一场联导会的圣诞活动，是在运动公园，宜兰的运动公园，体育馆前面的广场，那叫做爱在圣诞，爱在宜兰，这是最后一场的晚会，还有一些市集。如果喜欢逛夜市的，也欢迎晚上去，然后我们一起庆祝圣诞节。好，那代祷的事项，请看这个
代祷函哈。那侍奉表在这边的下周的侍奉，请大家准备。那奉献，请你们看，如果有出入的，请跟办公室讲或者跟会计讲。好，以上报告。刚刚那个黄长老有点漏掉第一项的报告里面后半段有一个还蛮重要的，就是我们等一下礼拜结束在招待桌那边我们有预备那个圣诞糕教会准备的这个圣诞糕是赠送给我们的弟兄姐妹一人一份不是一户，不是一家一户一份是一人一份，包括小朋友所以请我们就不客气到这个招待桌那边去领取。那我们等一下礼拜后，我们在外面我们有圣餐不是爱餐，圣餐我们已经举行了那个爱餐后要召开长执会跟小会这样子。好，我们现在一起低头来祷告，请大家也可以拿这个代祷函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欢庆圣诞，我们也求你怜悯，因为在过去的一年，我们真是因为疫情而精疲力尽，我们害怕，我们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我们相信你，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你完全的爱看顾我们，甚至你赐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赎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再一次的到你面前来，把我们的重担摆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谢谢你除去我们的恐惧，让我们平安的走过了疫情，社会也慢慢的解封了。主，愿你看顾我们这个社会，也看顾我们的国家，让政府可以引领我们走向富强康盛。我们真是向你祈求。主啊，我们也愿你赐福这间教会，我们谢谢你照顾我们。我们先前因为希望老人家没办法来做礼拜，所以我们准备了线上的礼拜，没想到在疫情的时候，他却发挥了让我们可以不中断礼拜的。我们真是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让我们预备可以在疫情中间仍然继续我们的礼拜。主啊，我们真是谢谢你。主啊，我们看到在教堂外跑来跑去的孩子们，我们也为这个向你献上感谢，让这间教会人丁兴旺。主啊，我们真是愿意这些孩子们都在你的话语里面成长，都在父母的引导下在教会慢慢成长，成为服侍你的同工，成为你教会传福音的利器。我们真是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也数算你给我们的恩典。主啊，我们也求你看顾新上任的团契的负责人，也能够让这些团契在教会内让我们可以生根成长。我们也谢谢你让我们有主日学，不只有孩子的，还有成人的主日学，也让大家借着研读你的话语，可以在你的话语中间体会你的旨意，来顺服你，来依靠你。主啊，我们真是献上我们的感谢，让这里有一间教会，我们可以学习，可以生根，可以成长。我们真是献上感谢。我们也谢谢你，让我们在今年年度结束以前，完成了去年没做完的60周年的这个刊物。虽然还有一点点这个印刷的事情，我们必须过完年才能发。不过呢，主啊，我们仍然献上感谢，感谢你过去10年照顾这间教会，在风风雨雨困难中，你都没有放弃我们，让我们一步一步的向前走，让你的教会日益的兴盛。看到年轻的一辈把教会的
服事担起来，我们真是献上满心的感谢。主啊，我们仍然有非常多的弟兄姐妹身体不舒服，心灵有困难的。主啊，真是求你的圣灵与他们同在，坚固他们的心，安慰他们的身体，安慰他们的心，让他们借着你能够走过这一切困难，走过这一切病痛。我们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上，求你的看顾，求你的医治。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过去的一年，我们有数不尽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看向2023，我们真是恳求你带领这间教会，可以在这个社区里面成为社区福音的中心，让更多的人了解你给我们的爱，你给我们的平安，你给我们的喜乐。我们真是献上感谢，我们也恳求你带领我们继续前面2023的路。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感谢、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这时要引信息386首，天的万邦万国万民来阿罗上主嘛得到祝福。上时间了，请牧师来祝福。咱的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你，因为为着阮世间人的罪，主你找你独生圣囝耶稣基督来到伫这个世间，道成肉体，来为着阮世间的人承担世间人的罪，来互阮对你来得到永远的活命。来愿你的神不断来帮助阮、激励阮、引带阮，互阮会晓你来安尼气固换心。来迎接主，你来踮伫阮的心内，互阮心内真正会通安尼，亲像主耶稣安尼降生伫阮的心内，亲像婴仔，互阮的即个信仰日日哪得到成长，日日来得到换新，诚做亲像主耶稣共款。愿你的神不断。伫阮的过来的日子来更新阮、帮助阮、引带阮。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胜，各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了恁的是信，了恁的是信实，伊也要请伊。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后尾。阿免。请坐，灭道避讳。